来继续来看这个台北的士林夜市，不时都有水果摊乌白化价，看到外客都甲水果卖甲夭寿啊贵。台北市政府针对业者落稽查，1月份就处罚开单44件，总共罚款52800块。讲有2间的水果摊因为卖堪利，收摊关门了。老板吗？你这水果敢有较贵？士林夜市啊，部分卖水果的人，这卖水果是有够贵，消费纠纷有够多。市政府伫过年前特别组成联合稽查小组，对士林夜市啊相关现切的水果业者加强稽查。1月份就罚44件，5万多块。大概这么小一撮，大概就400-500块。那我基本上看到称出来都是这样的价格。以山来讲，一般市场现切的零售价数差不多是100公克25块，要过士林夜市啊卖到100公克60块，贵差不多2-3倍，更加比批发价数贵7-8倍。市政府要求这摊商要严格遵守门前买切4步。这样拿他们没皮条吗？其实我觉得他们现在应该已经接近他们的临界点了。对我们去稽查开发，他们是觉得比较暴走了。若无遵守规则，市政府针对士林夜市啊内面摊商上当的终止启用，对着市场外摊商会依照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罚1200块。还是会维持持续的联合稽查，然后希望能够间接的让他这些业者能够退出士林夜市。市政府加强稽查，1月份就开单44件，已经有2台水果摊结束营业，就是要业者知影讲，做生意都要较实在的，袂使乌白白，才有得伫士林夜市啊永续经营。